本次貴州姊妹學校科技文化考察，旨在帶領學生深入了解國家喺資訊素養及尖端科技領域嘅卓越成就。航程始於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全長約5小時嘅高速鐵路航程，不僅展現咗國家高鐵速度嘅技術領先地位，更體驗咗現代交通網絡如何實現高效嘅區域互聯互通。抵達貴陽後，同學首先研習咗始建於明代嘅甲秀樓，3層嘅小閣樓，寓意住科甲挺秀、獨佔鰲頭嘅文化寓意，理解歷史文物與現代都市景觀嘅共生關係。隨後考察嘅青雲市集係一次成功嘅工業遺產活化案例，該地由舊工廠轉型為夜間經濟示範區，展現咗城市規劃中如何將傳統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現代商業邏輯有機結合。第二日考察嘅重點之一為平塘縣嘅中國天眼科普基地。透過喺平塘國際天文體驗館嘅互動式學習與 3D 天象模擬，學生建立咗關於黑洞同宇宙演化嘅物理模型。隨後，同學們實地觀察咗中國天眼，作為全球口徑最大、靈敏度最高嘅單口徑射電望遠鏡，其技術規格相當於30個標準足球場。天眼具備接收8億光年外微弱無線電信號嘅能力，代表咗國家喺精密製造與射電天文學領域嘅頂尖水平。同學喺觀景台見證呢一項宏大工程，深刻體悟國家推動基礎科學研究嘅戰略決心。第3日喺南明山水中學嘅兩地交流，同學步入校園。貴州嘅同學早已喺門口熱情守候，為我哋嘅同學進行學校介紹，帶我哋遊覽校園。交流嘅第一站係充滿創意嘅短片拍攝工作坊，兩地學生透過專業工作坊進行咗深度互動。喺短片拍攝工作坊中，學生學習劇本建構同埋運鏡技術，實踐跨校協作同創意表達。然後初中組透過手工簡製作學習化學配比與精確計量，高中組就研習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裸墊拼貼。喺高精度嘅拼湊過程中，體悟匠心精神同民族工藝嘅傳承。仲有兩地學生經過呢半日嘅相處，最動人嘅唔係作品本身，而係嗰份樂也融融嘅氛圍。呢一份真摯嘅兩地情誼，無疑係呢一趟旅程中最珍貴嘅寶藏。接住喺下午嘅行程，同學深入探究貴州作為中國數據之都嘅產業發展路徑。透過數字中國與雲上築夢展區，同學分析咗 5G 通訊、大數據算法同人工智能如何系統性地重塑醫療、商貿及社會治理模式。此行強化咗同學對未來科技產業趨勢嘅認知，對提升其資訊素養具有實質性嘅啟發作用。第4日考察行程涵蓋咗生物科技領域，喺漢氏聯合集團，同學學習咗幹細胞再生醫學、基因治療及免疫細胞療法，對現代醫學喺應對人類重大疾病方面嘅突破有咗系統性嘅了解。此外，透過對青岩古鎮4教合一嘅歷史格局考察，學生理解咗中華文化當中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嘅包容性特質。本次考察唔單止係一次與內地姊妹學校嘅交流，更加係一次對國家科技發展歷程嘅深度思考。貴州由歷史積澱到科技突破嘅轉型軌跡，帶住呢一份震撼同啟發，同學翻嚟校園，將所見所聞轉化為學科課堂上面嘅深度探究，心懷家國，放眼世界，為未來嘅科技建設貢獻力量。喺校園內，中4、中5級各個學科緊扣國家科技成就與資訊素養嘅主題，
展開咗精彩嘅教學實踐。喺中五級公民科課堂，老師帶領學生深入探討資訊真實性，透過生活化案例，學生明白喺海量資訊中辨識真偽嘅重要性。同學們認真地喺工作紙上面記錄，學習利用事實查核，對抗網絡謠言。呢份慎思明辨嘅態度，係同學們喺虛擬世界保持理性嘅關鍵。中五級另一課堂就聚焦國家發展嘅宏觀藍圖，老師深入淺出講解15+5規劃嘅戰略意義，強調科技創新係驅動經濟嘅高質量發展嘅核心。喺老師嘅啟發下，同學進行分組彙報，內容涵蓋航天工程與資訊技術嘅突破性成就。呢個唔單單只係知識嘅傳遞，更加係學生對國家發展藍圖嘅深度認同。轉到中四級課堂，學生正在進行專題彙報，由探索星辰大海嘅航天科技到支撐社會運行嘅資訊通訊技術。同學喺展示成就嘅同時，更加探討咗科技與數據安全嘅重要性。強大嘅科技實力必須建立喺安全嘅基石之上。隨後，老師指導學生利用 AI 繪圖製作宣傳海報，強調精煉指令嘅技巧，並重申資訊來源必須權威。呢一種求真務實、善用科技工具嘅態度，正正就係資訊素養嘅體現。當視野轉向數學科，王偉嘅科技成就化作咗精密嘅幾何應用。學生正專注研究國家重器中國天眼 FAST 嘅構造，透過正弦同餘弦定律嘅計算，學生將抽象公式應用於分析呢一個全球最大單口徑電波望遠鏡嘅反射面板設計。喺數字同邏輯之間，學生親身感受國家喺天文科技領域領先全球嘅硬實力。科技嘅觸覺亦都延伸至體育場。喺體憑科嘅課堂，學生正利用內地領先嘅運動監控技術，透過高精度光學感測技術同智慧手錶，即時監測心率同能源系統數據。呢種科學化管理唔單單只提升咗運動表現，更加讓學生理解科技如何賦能現代民生，提升全民健康管理水平。走進資通科嘅實驗室，資訊素養教育更進一步。老師引導學生思考喺知識型社會中如何負責任地使用 AI 工具，透過編程實習與對資訊自由界限嘅探討，學生學習防範網絡欺凌與詐騙。喺代碼實踐中，同步鞏固資訊安全嘅倫理防線，成為具責任感嘅公民。最後喺企財科嘅課堂，學生分析國家科技成就與企業發展嘅深度融合，由數谷貴州嘅大數據中心到高效能嘅企業協作模式，學生探討科技如何驅動經濟轉型，透過學習喺商業環境中運用資訊素養提升決策效率，為未來嘅職業生涯做好充分嘅準備。由抽象嘅數學公式到具體嘅商業策略，課堂唔再係知識嘅傳遞，更加係素養嘅培育。喺4月30號，跨科組嘅學習旅程迎嚟最終嘅成果展示。4月30號嘅午膳時間，雨天操場熱鬧非凡，各學科嘅學習成果喺呢度集結，旨在展現學生對國家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嘅深層探討。體憑科同學率先探討運動訓練嘅資訊素養，透過心率監測同大數據分析，學生論證咗科學數據如何轉化為精確嘅訓練策略，反思數據背後嘅真實意義。喺資訊爆炸嘅年代，資訊素養顯得尤為關鍵。ICT 嘅同學透過精心設計嘅有獎問答，與同學探討人工智能嘅應用同網上資訊嘅真偽。現場討論氣氛熱烈，展現咗學生作為數碼公民應有嘅審辨式思維與道德責任意識。公民科就以實物模型展示國家航天科技嘅里程碑，
由天問1號到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學生透過導賞與問答遊戲，深入研習國家嘅尖端技術突破。呢個唔單單只係學科知識嘅累積，更加係體驗咗對民族自強與創新精神嘅深刻感悟。此外，公民課將視野投向國家發展嘅大局，同學分享喺貴州考察中國天眼嘅震撼，並透過製造未來互動遊戲，模擬現代物流與自動化科技。呢種由實地考察到課室展示嘅學習模式，有效拓闊咗學生嘅宏觀視野。至於同學喺我心中10年後的中國展板上留言對未來嘅願景，更加係將個人理想與國家科技進步嘅宏觀趨勢相結合。數學科就將教學重點放喺人工智能嘅前沿領域，並透過機率模擬實現，揭示演算法背後嘅數學原理。企財科就進一步分析咗數碼轉型對商業格局嘅影響，探討雲端計算與大數據如何驅動現代企業嘅決策優化同實務發展。大家好，我係中2級嘅同學仔。我學習到咧，AI 咧回答嘅答案咧係未必係啱嘅，要我哋去判斷。呢次成果展示唔單單只係知識嘅匯報，更加係素養嘅實踐。正如參與同學所言，面對 AI 嘅演進，我哋更加需要具備獨立判斷嘅能力。透過呢一次跨領域嘅探索，同學正以追求真理嘅科學精神，為成為具備資訊素養嘅社會棟樑奠定咗堅實基礎。